闊別8年，重回老虎隊嘅 Verlander 勾起無數回憶。I mean, I grew up in front of the fans in Detroit. I grew up in Detroit. I mean, I was a 21-year-old when I got here in Lakeland for the first time, and just so much history here. 同偶像並肩作戰，現任王牌 Screwball 激動爆粗。Told me 10 years ago that I'm going to be locked mates with Justin Verlander and we're going to be in the same rotation. I would have called you crazy. So 21年嘅大聯盟生涯 ，JV 同底特律呢座城市有住點樣嘅基本？大家好，我係陪你一齊睇波 Derek， 關注我，了解大聯盟相關資訊，發掘更多棒球場內外嘅趣聞故事。2003賽季，老虎隊打出43勝119敗嘅隊史最差戰績。119場嘅敗場數，亦都係當時大聯盟歷史第2多嘅紀錄。處百年低谷嘅老虎，正需要一個幫助球隊復興嘅王牌球員。於是喺第2年嘅選秀大會上，佢哋就用榜眼籤選中嚟自老道明大學嘅 JV， 選中明日之星，球隊重建路逐漸邁入正軌，而佢哋嘅崛起速度更加超乎外界想象。2006年 ，JV 迎嚟自己首個大聯盟完整賽季。整季投出17勝嘅成績，毫無懸念咁當選美聯最佳新手。而更加令球迷激動嘅係，前一季唔到5成勝率嘅老虎打出咗95勝67敗嘅戰績，以外卡球隊嘅身份打入季後賽。一路上佢哋爆冷擊敗洋基、橫掃運動家，雖然喺世界大賽截擊，以1-4嘅大比分輸俾紅雀，無緣冠軍，但係 JV 嘅表現已經得到老虎球迷認可啦。而隨後幾年佢亦都繼續進化。07-10賽季4年3次入選全明星，逐漸成為聯盟當中數1數2嘅王牌投手。2011年 ，JV 正式開啟自己嘅巔峰之路。佢攜手書同 Kershaw 共同奪得年度投手3冠王，成為大聯盟自1992年 Dennis Eckersley 之後首位包攬賽揚 MVP 雙獎嘅投手。企上投手丘嘅 JV 以統治級嘅表現征服一切對手，更加令底特律嘅球迷陷入一片瘋狂。就喺呢個時候，賽場外嘅佢亦都遇到自己生命當中最重要嘅伴侶，佢而家嘅太太 Kate Upton。2012年，受 2K 邀請，佢哋一齊為 MLB 2K12拍攝宣傳片。兩個喺各自領域發光發熱嘅明星，郎才女貌，好快就喺片場擦出火花。不過直到2年後，佢哋喺 IG 發布 Fenway Park 嘅合照，戀愛關係先正式對外公佈。作為 JV 最親密嘅另外一半，Upton 無時無刻給予自己最大嘅支持，從場內到場外。2016賽季受傷病影響，經歷14、152年低谷嘅 JV 重新找回狀態，投出美聯最高嘅投手 WAR 3振數。外界都認為當年嘅賽揚獎對 JV 嚟講已經10拿9穩啦。記者投票中嘅14張第一選票都說明佢得到咗大部分嘅認可，而全部記者入面居然有2人完全無視 JV， 將佢哋嘅5張選票全部投俾其他選手。最終紅襪隊嘅 Rick Porcello 憑借5分嘅微弱優勢擊敗 JV 奪得當年嘅美聯賽揚獎。結果出爐之後 ，Kate Upton 直接喺 Twitter 激情開噴，接連發文怒懟官方，就連被當選賽揚嘅 Porcello 都無辜躺槍啊！雖然錯失賽揚獎，但正因為有住 Upton 無條件嘅陪伴以及支持，令 JV 可以順利度過職業生涯當中一個個自我懷疑嘅時刻，其中就包括離開老虎隊嘅艱難決定。就喺前幾日老虎舉辦嘅新聞發佈會入面 ，JV 提及自己第一段老虎生涯嘅最大遺憾，就係未能幫助球隊奪得世界大賽冠軍。The one thing obviously I would like to accomplish in Detroit that I had a couple shots at that I really regret not achieving was a World Series title. You know, Mr. I was such an incredible owner and you know, somebody that I really admired. 呢度提到嘅 Mr. I 係已經逝世嘅老虎隊前任老闆 Mike Ilitch。喺老 Ilitch 掌管老虎隊期間，可以稱得上係傾盡所有，只為打造一支冠軍球隊。名人堂捕手 Ivan Rodriguez、07年美聯打擊王 Ordonez 以及打擊3冠王 Miggy。Mr. I 不計代價為各種球星送上高價合同，直到2017年 Mr. I 離世，球隊嘅管理權就交到咗細仔 Christopher Ilitch 嘅手上。不同於亡父 Mike 不計成本嘅球隊經營理念，面對薪金支出高、陣容老化、戰績低迷嘅老虎 ，Chris 意識到球隊必須進行推倒重建。當時 JV 剩餘2年5600萬合同，喺賽場上依然可以繳出優質嘅投球表現。管理層決定將處於價值高點嘅 JV 兜售，
實現球隊重建嘅第一步，同時亦都希望俾到 JV 一個更加接近冠軍嘅環境。於是佢哋同太空人達成咗口頭協議。但係對於已經效力老虎隊13年、擁有交易否決權、對底特律充滿不捨嘅 JV， 內心十分掙扎。喺 Upton 嘅陪伴之下，直到最後一刻 ，JV 先決定喺棄權書上面簽字，幫助球隊達成交易。當球隊交易落實，信息上傳到大聯盟系統嘅時候，距離交易 deadline 已經剩低幾秒鐘嘅時間啦。離開底特律之後 ，JV 迎來職業生涯嘅第2次巔峰。喺侯斯頓期間，佢攞到咗夢寐以求嘅世界大賽冠軍，而且係2座。而個人榮譽方面就再添2座賽揚獎，尤其是2022年雙月復出之後，佢以39歲嘅高齡投出生涯最低 1.75 嘅 ERA， 全票當選美聯賽揚，成為大聯盟歷史上第4位39歲以上獲得賽揚獎嘅投手。直到2賽季結束，3座賽揚獎、2座世界大賽冠軍、1次美聯 MVP、3場無安打、3000K 俱樂部 ，JV 幾乎已經攞到所有投手可以觸達嘅榮譽啦。不過無論 JV 身處邊支球隊，老虎球迷始終關注佢嘅每一場先發，等待一個重聚嘅機會。喺佢離開底特律呢9年裏面，呢座城市嘅所有球迷都從未真正放低。2018年身穿太空人球衣嘅 JV 第一次回到 Comerica Park， 當大屏幕放出佢嘅致敬短片，全場嘅掌聲、歡呼聲以及球迷手中一張張 You Will Always Be My Tiger 嘅海報，令 JV 幾度哽咽。而呢座城市對佢嘅真切告白已經超越咗比賽本身。之後嘅每一個休賽期 ，JV Back to Detroit 都會成為底特律地區嘅熱門詞條。終於喺2026年，球迷嘅願望變成現實 ，JV 再次着上最熟悉嘅老虎隊球衣。喺發佈會上，佢都直接表達咗自己對呢座城市嘅情感。A lot of young talent here. They've done a great job bringing guys in. But you know, hey, I'm happy to be wearing the old English tee again, and happy to be here. 喺視頻開頭嘅更衣室採訪 ，Screwball 嘅激動心情都體現出 JV 回歸為球隊帶嚟嘅積極作用。而對於 Screwball 本人，呢個並非係佢第一次於公開場合表達出對 JV 嘅尊敬。新賽季一新一舊2個虎王將會作為隊友並肩作戰。重回故里，呢一站對 JV 嚟講，唔再需要肩負復興球隊嘅重擔，而係以傳奇老將嘅身份輔助新王 Screwball， 帶領呢支充滿天賦嘅年輕老虎隊衝擊冠軍。新賽季來臨之際，35號嘅回歸更加令呢座城市熱血沸騰。喺生涯起步嘅地方展開終章，作為老虎隊投手衝擊300勝，呢個或者就係棒球可以帶俾 JV 最完美嘅結局。你認為 JV 可唔可以達成300勝嘅里程碑？歡迎喺評論區留低你嘅諗法。如果鍾意今期視頻，唔好忘記點讚、收藏、關注。新嘅一年，我會繼續為大家帶嚟更多精彩、有趣嘅內容。最後祝大家新年快樂，心想事成。我係陪你一齊睇波嘅 Derek，我哋馬年再見，拜拜。